8歲嘅發抖發哥本來係一隻愛笑嘅狗狗，如今連食一啖嘢都變得好難。發哥喺2021年8月被拯救，已經係犬舍生活咗將近4年，因前主人疏忽照顧，引致嚴重口腔病，仲有狗瘟後遺症，所以牙齒不停咬合問題，最近病情急轉直下。3月確診口腔嚴重疾病之後，每一日都要靠止痛、消炎同營養治療先可以稍為減輕痛楚。雖然無法根治，但係發哥依然努力捱過每一日，仲用佢嘅方式向我哋傳遞佢嘅堅強。而家發哥仲需要每日持續護理同藥物支援，每一份善心、每一份力量對佢嚟講都好重要。希望大家可以為發哥集氣，陪住佢一齊撐過呢一段難關。本團患病無孩眾多，醫療開支沉重，需要持續治療。你嘅支持係無孩生活落去嘅力量。